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咱台语诗班昨晚咧大堂伫拜六的崇拜当中嘛有美好的服侍，互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不止咱每礼拜伫这所在同心来敬拜，咱嘛会当来互上帝甲咱找用，咧上帝要使用咱的所在，会当来荣光伊的性命。搁再一次感谢咱诗班的兄弟姊妹每礼拜安尼用心的备班练习，咱有真侪的同工咧当中，拢会当来同心好好，互咱的即个旋律所唱的每一条诗歌，拢会当来荣光主的名。感谢过去的指挥、现任的指挥、未来的指挥，搁咱的兄弟姊妹诗班的每一个班员。今日要甲大家分享即段经文是咧前一阵有一个姊妹。伊写 email， 我 email 即马喊咧大家你逐工你拍开 email 啦即马大家拢咧来去我 email 有需要的时阵安尼我拢只过几工才看一下我有一工拍开个 email 已经经过几啊工迄个姊妹写一封批问牧师讲因为伊有一寡身体一寡状况问题伊伫教会当中过去毋啥物所在我毋知，但是至少伫咱教会内底已经找过真侪人的帮衬。有某一工，伊有听到一个姊妹讲：“你的代志去找迄个李牧师伊会当帮助你。”我看到迄个批，我毋知要安怎回答啦总是伊有即款的需要，我嘛爱甲伊回啦。既然人写批你无回嘛，应该是无礼貌所以我来甲伊回讲如果你真正真要紧想要找我我讲某一工的拜六迄工我教会有退休会，我下晡拜六特别有一个婚礼我要赶转来主持。暗时迄个新郎新娘讲一定爱带邀请牧师去你即个喜宴当中搁会祝福，所以我讲如果你无赶紧咱另外找时间。你若真赶紧拜六拄婚礼煞要食即个喜宴进前有一个空房啦，你若讲会当你会当来半点钟，无你礼拜过还是甲佮另外找时间。伊也无佮甲我回，我安尼甲伊回。我想讲毋知会来袂来，我毋知，我总是爱有一个回啦无离过伊婚礼我主持煞。正经出现咧教会当中，要等我，因为我时间有延前，到5点才甲伊讲，5点甲伊讲，6点要去实验有小可赶紧，我讲我甲你小可沟通者，了解你的情形才看安怎来帮衬你，有需要咱甲佫另工较济时间。讲就讲伊的问题讲伊问题讲伊。简单讲，伊讲伊会对一个布娃娃讲话，迄个布娃娃甲伊讲话，其实伊内底有物件。我听大概了解，伊批内底嘛已经安尼写。我讲即个代志我今日可能无法度帮衬你啦但是讲正经我嘛是无法度帮衬你啦我甲伊讲你找遮尔啊侪人找遮尔啊侪牧者我嘛无迄个能力啦只有主耶稣会当帮助你。伊讲伊了解，伊讲我讲你有信心，无讲伊讲伊有信心。顶，讲。我讲我可能我无法度佮甲你有时间，我要可能要去赶去会场。迄阵要开始要祈祷，未祈祷，伊就开始有一寡镜头走出来，伊就讲一寡有诶无诶，我听无话讲。听无话画出来，伊就开始要敢若要吐安尼我正经吐吐，我毋知要安怎好，我就紧摕卫生纸来我看伊迄个镜头是到底是安怎。等伊较好的时阵我就为伊祈祷讲一寡宣告的话、信心的话讲，伊就吐出一寡物件来。我讲你有较好无其实我伫讲甲伊安尼简单讲的当中我甲伊讲你找遮尔侪人你搁找我找到我遮来
我嘛是无法度甲你帮衬，只有咱来求主耶稣基督来帮衬咱，帮衬你会当来解决你的问题。我甲你讲你叫人帮衬你，其实你嘛会当靠你家己，我靠着主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讲，后来我就讲你即马有较好势无？我讲你即马讲的是你吗？讲，伊讲伊是伊，我讲你安尼会使无？会使，我就放心离开。所以迄天我就安尼离开啊。我今日就是因为迄件代志，因为咱的每日活水嘛拄咧读马可福音嘛，马可福音有一寡服侍的即个必要，我拢提前读啦所以读到即段今日即段经文。其实伫圣经当中，福音书内底，耶稣有侪的一寡的服侍，伊嘛竞选门徒，互门徒安怎有迄个权柄，去传道，去治病，去赶鬼，所以呢，今日读到即段经文，我就思想到迄个姊妹，当然耶稣嘛曾经讲过有真侪门徒去服侍，真侪人去找主的门徒，同款类似的镜头无解决。甲耶稣遐去耶稣听到因安尼咧形容，耶稣安怎讲？有一段经文内底讲，即款代志若无祈祷，甚至你也毋是用禁者祈祷，是无法度去解决迄个问题。圣经记载遐个门徒嘛是无在条。今日来看即段经文即个故事。今日段经文即个故事。咱通过即个外邦妇人人，即个故事当中所记载即个妇人人的信心。外邦妇人人用咱即摆讲法叫做是还未信主的人，是还未信主的一个妇人人。我拄仔讲的即位姊妹已经信主啊，在座我看大部分嘛拢信主应该无信主的。兼在你无信主嘛无要紧，不管你有信主无信主，要紧的重点的是。到底咱对上帝认识是啥物？咱到底对主的信心是有偌济、有偌大？咱今日要通过即个外邦妇人人，伊的信心，咱的思想，咱是毋是共款会当甲有共款对耶稣的即款的信心？即段经文咱拄仔已经有读过啊咱就莫阁读啊我用3点甲大家来分享这位外邦人，伊。互咱会当来学习的，就是讲伊安怎，伊写啥物？伊捌啦，伊知影，伊要来找耶稣，伊要来敲找耶稣，来接近耶稣。第24节甲26节遮讲耶稣对遐出发去泰尼迄个所在呢伊入去一间厝无爱人知，不过无法度保密。为耶稣为虾米去泰尼？咱知影福音书内底耶稣所到的所在，人安怎？拢一直缀我去，要找耶稣。不管是肉体的即个饱足，要食饱，还是讲身体的即个有啥物需要，等等，还是讲真正有较无上帝话的人，耶稣拢常常无法度休困，对无？安尼已经差不多天暗嘛爱休困人过来所以耶稣我毋知影伊安怎服侍，安怎快气力啦？因为伊是大权能的上帝，我一般人无法度袂共要3工我看会落海所以呢，耶稣伊家己嘛了解伊嘛需要一个休息的时阵所在，所以伊今日段经文特别讲到伊去泰尼，泰尼是伫即个犹太地区的较倒平无偌远的所在啦伊呢离开迄个所在是外邦人的所在，伊去一间厝无要人知是代表啥物？我拄仔讲，伊一直服侍，伊就是想讲暂时嘛休困者。我相信嘛是带了门徒去啦我顶回有讲过，伊派门徒出去，因回来即个工课咧报告，耶稣嘛叫因讲你嘛爱有休困的时间。耶稣叫门徒家己嘛。伊感觉伊家己嘛爱有休困的时间，所以无爱互人知，就是讲莫讲出去搁去做工安尼啦。但是遮讲无法度来保密啦，
耶稣所行过的所在，可能就是有人看到，有人有风声，就去传安怎吼。所以呢，行25节讲随时啊，耶稣可能无法度无休困着的款，随时则讲随时安怎？有一个富人人啊，听到耶稣的代志，就是咱今日要来了解这个富人人，伊落来跪伫耶稣的骹前，伊大胆来呢，因为外邦人啊，是甲犹太人是袂对同的犹太人对外邦人嘛，敢若看袂起安尼啊。但是这个富人人听到讲，耶稣来到阮这个所在呢，伊真正来耶稣的骹前呢，离这个另外马太福音嘛有记载类似的这段经文啊，伊还描写讲啊，伊来到耶稣面前，毋是敢若跪尔伊搁安怎？大声喊啥物？讲主啊，大逼的囝怜悯我的查某囝富贵负心，真艰苦。会叫大逼的囝的人，即句话是出自一个外邦人，即个富人人的喙。大逼的囝会安尼叫的人，代表伊明白耶稣是迄位弥赛亚。所以呢，伊来到耶稣的面头前呢，大声喊，跪喺面头前求主来甲伊怜悯伊的查某囝，真艰苦。伊查某囝真艰苦，伊嘛真艰苦。陪伴照顾的人一定嘛真艰苦的。伊讲啊，伊的查某囝互邪神附身啦。即个富人人，伊是出世，咱拄仔讲是外邦人，伊讲出世一个叙利亚啦，即个腓尼基的一个希腊人，其实希腊人无住伫即个所在，因为伊是伫较地中海的东边的顶面，但是因嘛有人去寡南边的岛屿，搁伊迄边搁安尼移民来到即个巴勒斯坦即个所在，所以伊即马变做是一个迦南的妇女人，而且形容讲伊是原底伊是即个腓尼基的希腊人，伊来求耶稣，甲伊的查某囝做啥物代志？赶鬼，赶鬼，所以呢，我拄仔讲即个富人人，伊知影来找耶稣，但是咱兄弟姊妹真侪人拄着代志拢来找牧师，牧师毋是耶稣啦。牧师你祈祷较有效，牧师你祈祷较有能力，共款即个代志，牧师你会当为我来赶鬼，伊找迄个找迄个，我毋知找过几个，无法度。我讲较敖，有一个姊妹讲，即个你牧师较敖，讲无较敖，无较敖。即个外邦富人人，伊去找啥？我拄仔讲有另外记载讲，伊去找门徒。毋是即个富人人讲，有个人共款问题，去找门徒，门徒为啥无法度解决？咱既然有即个信仰，咱要来倚靠的，毋是倚靠人，是倚靠即个慈爱的上帝、大权能的上帝。不管是咱人生当中有啥物款的任何的问题，所以今日即个故事当中，咱第一点，咱来甲即个外邦富人人来甲学习。耶稣无要人知，但是伊安怎鱼空哪会才来？伊哪会听到？不只是听到，伊才讲随时、马上有反应。有当时人已经传福音，一直讲，咱听敢若听敢毋是？咱有啥物款的领受？咱有啥物款的反应？第二啊，咱来看这段经文啊。耶稣安怎来对待这个外邦富人人？咱初读这段经文，感觉耶稣哪会遮无情来对待人？迄个人啊，哪会安尼啦？其实啦，敢若讲耶稣75000人迄个故事嘛共款。耶稣试验门徒讲：恁到底有偌济信心啦？恁互因食好啦？等啦。共款，今日这个所在嘛共款。耶稣考验这个外邦妇人人，你真正对我有信心吗？你认为咱对耶稣真正有信心吗？还是信甲安尼信？
国语叫做疾风知劲草，对无？安那？是我讲毋对吼，对吼，哦，我讲台语吼。苦难的时阵吼，咱才知影咱的信心到底是有徛在徛无在啦。平顺的时阵，咱可能咱也感觉讲无啥物问题。哦，敢若有即个哦寒流来有即寡迄个病菌的时阵，啥物人会着流行病，还是感冒？有人也是安怎好，就是看你抵抗力好毋好。咱的信用到底有坚固无坚固？有当时啊拄着代志的时阵，反而就会显明。今日即个外邦福音人到底有信心无信心？咱看耶稣安怎甲伊考验。吼，耶稣安怎甲伊讲啊，着先互囡仔食，摕囡仔的性命，迄个狗仔食毋好。即句话，如果你是外邦福音人，你听到外头会走，还是继续像一个外邦福音人，搁留伫耶稣的面头前呢？你马太福音嘛有另外安尼描写，描写讲啊，耶稣无该应半句话。我拄仔讲，伊是大声叫呢，伊安尼跪喺耶稣的脚头前呢。但是耶稣第一反应是安怎？无反应，无反应，无该应半句话。咱想看觅迄个福音人伫迄个当时。耶稣拢无反应，我是搁继续跪，继续画，还是莫跪啊，莫画，无我头来转去啊。大家会去感受到无？吼，你马太福音迄个所在，耶稣因为无应半句话，边仔伊的门徒就有反应啊。耶稣无反应，门徒却是反应。门徒安怎反应？这是你记载马太福音15章23到24，吼，咱会当来参照吼。伊的门徒来求伊啦，来求耶稣讲，耶稣啊！甲即个赶走啦，安怎？伊安尼随伫咱的后壁咧，直顶啦喊，直顶啦吼，直顶啦叫，这是毋是嘛共款？我拄仔讲耶稣吼75000人迄故事共款，伊直遮真人安尼缀耶稣，日头拢落山，要食暗仔，食也无洗买咧面，食拢无爱走。耶稣讲吼，耶稣啊，因天暗仔，你是毋是叫因食人走好啦？耶稣甲人家讲。讲，恁互因食啦。即个故事共款呢，即门徒来甲耶稣讲，这个顶下咧叫啊，吵甲咱是要来遮安静要来办退休会。所以呢，因为耶稣无应即个福音人所要求的，但是耶稣有回应即个门徒甲耶稣讲的话啦，吼。耶稣就甲伊应啦。讲啊，我受差派啊，只有是要找以色列家啊失落的羊，毋过啊，即个妇人人跪伫伊的面头前，即个妇人人甲耶稣，因为耶稣开始讲话啊，讲即句话，其实是要拒绝伊啦，听起表明要拒绝伊，因为耶稣伊是要甲即个福音先，或者以色列家啊，是个犹太。会主民着上帝所竞选的即个民族，所以伊拢常常伫迄个加利利来犹太地区里传福音。伊较无较外邦的即个所在，但是我拄仔讲伊今日来个所在，但是伊毋是要来传，伊是要来休困的。所以伊甲即个妇人人讲，我传福音是要来找失落的即个以色列的绵羊啊，毋是你啊，但是即个妇人人听到即个耶稣回答。门徒的时，妇人人嘛有听到，所以妇人人伊就搁会随时共我继续继续跪喺耶稣的骹前面头前，伊甲耶稣讲：主啊，请帮助我，请帮助我。所以安尼，即个情景，咱咧思想一下，安尼对话当中，耶稣就咧考验即个妇人人，到底你真正对我有信心吗？即个妇人人对耶稣到底有信心无？马太福音我拄仔讲的啊，讲有两字叫做“毋过”，不管安怎讲，即个妇人人总是会当安怎用“毋过”来讲伊的需要，讲伊对耶稣的恳求、愿望。
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听真侪代志，即毋过有好的反应无，有歹的反应哦。如果是人讲对咱要人鼓励啊，是讲对咱有叫咱有信心嘛，讲对咱做一寡好代志，咱毋过讲啊，我无时间啦，毋过啊，我巴肚疼啦，毋过我要做啥物代志啦。耶稣嘛讲过一个故事呢，叫人来吼，要请人食饭，哦，邀请真侪人，迄个人讲毋过安怎，毋过安怎，听过即个故事无？遐个人有受到耶稣邀请无？无，结果邀请耶稣就邀请别人。哦，这是好的变歹的，因为你毋过失去。但是今日即个妇人人，耶稣甲门徒安尼对话，啊，伊听到敢若对伊无好诶啦吼，啊叫伊卖啊啦，啊莫来遮找我、撩乱我啦、吵我。但是伊讲毋过，因为安怎？吼，咱台语有当时啊祈祷讲吼，啊祈祷吼，有一种形容叫做靠赖上帝。咱诶祈祷当中敢有捌安尼？祈祷到安尼靠赖上帝，不管啦，我就是白，我要爱敢若囡仔啦吼，要巴叉吼。你外国人吼对囡仔吼，有当时啊感觉讲伊教育较好，较无情对无？互囡仔甲教示，看到一个橱窗的玩具想要买吼，啊倒去遐咧哭，迄爸母袂去甲伊买，咱即个华人哦，较会安尼吼。毋甘吼，啊，着软心吼，入去买转来，囡仔着安尼哦，后悔入去买较大项的物件，要甲你爱安尼哦。咱的耶稣到底是外国人，还是咱即个华人的即种对待咱？即个妇人人讲毋过，还是因为伫咱的信仰当中，咱拄着一款代志的时阵，咱来读圣经来找上帝对咱的旨意甲帮助的时阵。咱安怎来思想？哦，安怎来看待？安怎来得到上帝要予咱的即个恩赐？今日即个妇人人到底有信心无？我拄仔讲，表面讲伊耶稣无去甲应，足冷漠无情。啊，当耶稣开喙，听起敢若你甲伊侮辱。其实耶稣讲的话，咱也详细听。伊讲的即个是有顺序的啦，吼！伊先甲即个福音或者以色列百姓，但是伊最后是安怎？即个福音是要普世万民的，所以咱嘛知影讲后来耶稣竞选保罗，甲福音传到甲外邦。今日咱在座哩即个所在，才会当来听到、明白、接受，诚做共款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呢，我拄仔讲表面是安尼啦，但是毋过啦，吼。毋过，所以呢，因为伊有即款的心甲态度，吼，即个妇人人，因为伊安怎？伊相信耶稣有啥物？有大权能，吼。咱拄仔讲，伊规个啊顶咧叫，啊耶稣无爱甲伊应，啊耶稣甲伊应的时阵，佮听起敢若敢若对伊讲话安尼，吼，其实是对伊吼，互伊安尼失望的啦，侮辱伊的啦。但是啊，因为伊佮继续安那。非常的谦卑啊，佮继续跪伫耶稣的面头前，安尼甲伊恳求，吼，国语叫做死缠烂打呢，吼，踮咧一直踮咧靠赖上帝啊。耶稣讲帮助我，帮助我，因为我囡仔哦，互贵妇生实在是真艰苦，我毋知是要安怎，找李牧师嘛无效啊。兄弟姊妹，这妇人今日遮的经文讲啊，主啊，倒啊开。狗啊，嘛食囡仔的饼友啊！哦，你马太福音嘛共阮来讲，妇人人讲主啊是啦，哦是啦。狗啊嘛食主人桌顶落落来的饼友啊！咱即摆拢足爱宠物啦，吼，狗啊、猫啊，拢爱看做宝贝，拢叫做毛小孩，敢毋是？哦，有诶吼较爱吼，伊也过身，佫创啊有诶无敢若人共款安尼，你毋敢有？熟悉即款的，也是你本身就是安尼。尤其一寡吼，即马单身未结婚的吼，无囡仔，甲毛小孩当做个囡仔安尼照顾。但是你当时即个所在啊，迄个时阵啊，尤其是犹太人讲外邦人是狗的时阵是啥物？是非常的侮辱的。但是咧，外邦的妇人人竟然伫安尼当中，耶稣就安尼讲啊，伊竟然。伊是安尼甲耶稣因呢，
家己当作是狗仔呢，而且这个原文的狗仔是小，小狗仔哦，要安怎讲？说只狗仔啦，哦，狗仔囝，狗仔囝，你这个狗仔囝，迄是敢若骂人的话呢？但是伊讲是啦，我是狗仔啦，狗仔囝啦，但是吼，迄狗仔吼，主人吼，人家讲国语讲吼，吃啥物无讲袂落芝麻的啊，吃烧饼，哦，吃烧饼一定会掉芝麻哦，食饼，哎呀，你讲咱食饼会落物件无？我会记我国中吼，我去一个动物园兜，伊妈妈足爱心的哦，哇，你的同学来款待，你知影无？你去不只讲爱烫鞋啊，烫鞋啊，佫无啥物，因为兜真清气。因老母互阮饼食的时阵哦，每个人佫送一块盘啊，盘内底无物件啦。盘仔讲哦，你食物件吼，盘仔放咧下骹，连米口清理安尼啦。迄阵我食，我的印象为虾米遮尔清楚？我爱食迄盖吼，食甲足细腻的，有落物件无落，嘛是落喺盘顶，无落喺涂骹，家再无老啊，妈妈嘛。后盖过来吼，兄弟姊妹，这个外邦的富人人，竟然安尼甲耶稣引呢？兄弟姊妹，咱甲耶稣恳求的时阵，咱咧祈祷的时阵，上帝，我即摆有一寡代志有需要，是毋是马上为我解决，还是明仔载帮我解决？若无的时阵呢？你搁继续祈祷吗？还是讲祈祷无效？我毋知有甲兄弟讲过一件代，敢若有讲过，有一个翁仔某，因即个先生搁伫教会，但是伊即个太太最近无来，迄阵已经几日前人去来关心，问讲为啥拢歹来聚会？你知影迄个姊妹安怎应无？我顶下敢有讲过，伊讲聚会哪有啥物路用？一寡代志，甲上帝祈祷、耶稣祈祷，拢嘛无效，代表啥物？即个神无路用啊！听讲阮同事因去拜迄神，敢若诚好。有一摆我参加巡逻队，是今日时间演出。有一个人讲因两个咧开讲，一个讲宜兰某一个山头迄个所在哇，迄个偌尔灵的啥物？听的迄个听的人讲你啥物所在？地址甲我讲，讲无地址喺山顶，毋知要安。但是伊讲迄个所在安怎迄个人听的人讲，我嘛要排一个时间来看卖一下。咱台湾人常常拢是安尼，倒位有灵社就倒位去，敢毋是？无灵社就甲迄先站骹、站头、站手，放水流。尤其伫大家乐、伫烧大家乐迄个时代，你淡水好家人，我定定会捡到即种的，叫做落难神明。咱的耶稣是到底是倒一神？今日即个外邦富人人伊对耶稣竟然有安尼的信心，伊来找耶稣，所以最后结果安怎？我拄仔讲是啦，伊就是安尼肯定耶稣所讲的，你讲的拢对，但是你嘛是爱怜悯我第四呢，即个富人人所受的结果是啥物？因为伊有即款的信心，有即款的勇气甲坚定的意志，来耶稣面头前。耶稣甲伊安怎讲讲因为你即句话，你通转去，鬼已经离开你的查某囝这嘛好亲像有一个叫做百夫长，百夫长，伊足爱伊的下骹人，有一个下骹人嘛毋是破病，伊无带即个人去找耶稣，伊家己咧叫人去找耶稣，但是咧耶稣伊讲安怎应？迄个百夫长讲耶稣你免来，你只要一句话就好。迄个百夫长有即款的信心，耶稣甲伊肯定讲哇，即款的心情伫犹太人的当中找无即款人。今日即个外邦的富人人嘛是共款，
同款是对耶稣有即款的信心。即句话，咱人定咧讲话，一工毋知讲偌济话，但是咱讲的话内底到底来代表咱即个人的信心是安怎？哦，耶稣听到伊会安怎来看咱？但是今日耶稣听到即个妇人人，伊安尼咧甲耶稣的回应，伊就甲即个妇人人讲，吼，伫即个马太福音哦，伊的描写是讲，妇人人，你的信心真大。哦，我都讲宜兰讲，你的信心真大，真大。所以安怎？互你的心愿实现，互你的心愿实现。最后今日30节讲啊，即个妇人人转去因兜，看到伊的查某囝倒伫城里鬼已经离开。伫马太福音的15章的29节遐讲的是。哇！伊的查某囝伫迄时啦就得到医好，就得到医好。所以今日咱看到即个外邦的妇人人对耶稣即款的信心，耶稣讲你的信心真大，所以耶稣照着伊的愿望恳求，帮赞了伊的查某囝，会鬼安怎？离开。我拄仔讲诶，即个查某囝有本身有来无？无来，对无？即个耶稣有去遐因兜去遐去无？无。但是通过即个外邦诶妇人人，就即个查某囝诶妈妈诶信心诶代求，耶稣就为成就呢。耶稣伫咱拄仔初无去理解的时阵，感觉耶稣对这个人敢若无情无义安尼无去怜悯。但是实际上，如果咱来去思想，耶稣伊会听，耶稣伊会接纳，伊会怜悯，伊会稳定，医治着临到伊的查某囝，恢复健康，得到完全。所以今日咱通过今日这个故事，咱对耶稣的明白到底应该是有啥物款明白？咱对耶稣应该有啥物款的态度？通过这个外邦妇人人，咱会当来学习。第一点就是，咱必须要宣认，主耶稣是啥物？是啥物主？那爱有这款的心，也无咱常常我拄仔讲，真侪人讲啊。倒间教会较大间，倒个教会较有能力，倒个教会迄个牧师安怎？咱就缀迄个人去走，缀教会去走。但是如果咱若讲有正确的信仰，咱是咧认定主、跟对主的人。第二，就是咱要相信咱的主。不只是有大权能的主，伊嘛是疼通咱的主。伊何等愿望咱会当得到伊要予咱的福分。虽然咱即个世界有苦难，耶稣曾经伊要离世之前嘛，甲问祷告。虽然即个世界有苦难，虽然咱本身的人生经历当中嘛是会面对苦难，但是耶稣讲，恁放心。在我的内面有平安。耶稣讲：恁爱伫我的内面，我就伫恁的内面。我是真的葡萄树，你是枝仔。恁无甲我结连，恁啥物拢袂当做，你就无生命。所以，兄弟姐妹，信仰是咱爱甲主耶稣有生命的结连。咱不只相信伊、倚靠伊，咱较常常去追求明白伊，伫伊的内面，伊就伫咱的内面。伫咱的内面，咱就比世界，咱内面比世界迄位较大。伫你内面的迄个，敢有法度佫踮咧内底？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拄仔讲迄个姊妹，伊讲伊有信心，伊相信耶稣。我讲，耶稣有伫你内底无？有诶时阵，你即马困了，你诶为虾米佫伫内底无出去呢？所以最后我来讲啊。你会当家己赶鬼，今日无时间讲诶。安怎家己赶鬼？
重点就是，你真正是爱抓主做主，抓主做你心中的王，心中的主。吼，这有一间甲分享，咱今日讲到遮，吼，所以咱当心来祈祷。哦，第3点未讲完啦，讲落到1点。这个妇人安怎？有谦卑无？有谦卑，谦卑安尼恳求主耶稣怜悯的恩典。兄弟姊妹，咱已经有得到这个宝贝无？保罗安怎讲？我是卑微的安怎？肥啊，吼！但是伊讲啊，在我的内面有啥物？大家人听无我咧讲啥？有宝贝，敢毋是？即句话是啥物？国语安怎讲啊？台语我袂晓讲。啊？听无啊？耶稣讲，伊是咱的宝贝啦，毋是耶稣讲咯。保罗讲吼，伊的内底有宝贝，吼，伊的恩典是够咱用的，顶顶顶。所以咱望兄弟姊妹，咱爱每一工爱有灵修的生活。读上帝的话，领受上帝的话，真做咱的气力，真做咱的能力。因为福音主嘛一句话讲，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无一句无能力的。会另外讲话讲，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有能力的。上帝创造的时阵嘛是用话咧讲，所以我拄仔讲用信心来宣告，承认主是你的主。吼，咱对主有相信，伊会当帮助咱。咱用谦卑的态度来仰望伊。我相信主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主，必定帮助咱每一位兄弟姊妹生活当中所拄到的任何的艰难。咱三个阿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的主，我来求君你。毋是因为阮有啥物款的义，乃是阮知影，阮若嘛要来挖过你有看搁深的慈悲甲怜悯。阮知影，阮连摕起这桌仔骹的饼友仔嘛不配，但总是主，你是满有怜悯、恩典的主。当阮对你有即款的认定，你是阮生命当中的主，我嘛了解主，你必然当帮助阮，诚做阮随时帮助的主。阮有任何的需要，拢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当阮谦卑甲你恳求祈祷的时阵，相信主你必听阮的祈祷。阮来向你感恩，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门。